字啊、冷氣燈光都可以咧喺手機 app 嗰度調校，而且咧無論係書台嘅床兩邊都有好足夠嘅 USB 插頭，房間嘅電視都有好多電視嘅調校。最緊呢間房係持續嘅一個原因，就係佢係個傳統嘅路房，因為 H class 嘅船啊，但係佢嘅房間咧都係個最新嘅 French balcony，我覺得就唔係太滿意。始終咧新嘅路房係可以開出去靠下氣風啊，我係唔滿意嘅。咁整體嚟講啦，我亦都好滿意呢間房。睇完間房就同大家講下錯嘅upgrade 上嘅retreat同一般嘅書嘅係咩？除咗間房係會更加大同靚之外，最有好特別嘅特點，最簡單係啊，純粹有淨係retreat下嘅專屬設施，好似12樓呢度啦。如果想靜靜地喺度飲下嘢、睇下海，呢度啊可以話係晏晝佢哋咧就係下午茶供嘅。個 lunch 入面咧都有專屬嘅 concierge，要處理任何嘅方法，佢哋都有專人嘅跟進，而且咧係唔使等同埋排隊嘅。去到16樓就有淨係個 retreat 下嘅餐廳咯。呢一餐廳係唔需要 book 位，亦冇時間限制，你行入去食就得㗎啦。因為嚟最出色嘅地方啊，就係個用餐體驗，因為啲服務啊真係好貼心，員工啊係會記得晒客人嘅名，中意坐邊張台啦，有啲乜嘢啦，呢啲嘅位。佢哋午餐同晚餐嘅 menu 係每日都會變嘅，晚餐咧都會有好廚師推薦嘅飲酒食，所以啊，我覺得呢個係合上啲收費餐廳。而且啊，如果當你啲食物嚟啱自己食咧，佢哋係可以幫你喺第二間餐廳買嘅食上嘅，咁佢哋又真係盡力滿足呢個價。另一點我好中意呢個晚餐嘅位置，正喺船頭，咁所以呢個真係特別靚。另外呢個坐 retreat 嘅好處就係你會有 access 去爬 class 嘅專用餐廳。我哋咧就特登去嗰間餐廳食咗一次嘅餐，而家咧就俾大家睇下啲咩食啦。雖然我哋呢邊都係唔錯，不過我自己都幾大中意呢樣多少少。retreat 嘅呢個好嘅地方咧，就係佢哋用一個 exclusive 嘅空間俾人去曬太陽。隔離咧仲有個細細啲嘅泳池，兩個按摩泳池，浸水嘅空間都好充足。喺泳池隔離咧，都見到有個酒吧，即係睇嘅時間。喺outdoor呢個位咧，基本上都係全部嘅，所以佢唔需要負責。好啲嘅時候，所以係好正嘅。除此之外啦，呢間房咧仲有個空間嘅，佢可以隨時 WhatsApp 佢，佢幫你安排表演 service 啊、餐廳等等。咁佢主期係表演嘅時候係船公司啊，呢個專屬嘅 section 係俾啲 retreat 嘅優先入座，所以係表演一人就爆㗎。另外啦，你嘅船機已經係包埋高級人品嘅 package，免費嘅 room service，上落船啊都有專用嘅通道，同埋都有最便利嘅上網。嗱，你都測試到我呢啲嘢，不過咧都唔錯嘅，喺呢一紮嘅預算啊，嗰啲係完全冇問題。咁所以啊，upgrade 上嘅 retreat 基本上係一個全包嘅概念。我覺得如果你想喺船上邊有更加多嘅私人空間，或者專業嘅設備，係絕對值得升級嘅。而且咧，你嘅保安係做得好好，你個專屬嘅 area 都要大家先入到去。船嘅保安啊，交俾油公司，咁網絡安全就要交俾跟住你嘅贊助商NordVPN，你最信任嘅一站式網絡喺度。如果你好似我哋咁成日去咧，周不時咧都要用設備 WiFi 網絡。咁就一定需要一個新世代保安拍檔，幫佢阻擋埋一啲最流行嘅詐騙騙子程式。咁就唔使怕身份或者信用卡資料俾人盜用，玩都玩得放心啲啦。NordVPN 而家唔單止有世界上最好用嘅 VPN， 幫你入去輕鬆跨國界去睇啲串流平台之外，而家仲有個外置嘅防毒功能，最正就係一個人已經可以幫你搜10部電子裝置。無論係電話啦、電視啦，其實電腦都可以放心咁用，仲有24成7嘅客戶支援幫你解決問題。而家用我哋優惠碼 HelloCam 申請 NordVPN， 仲有4個月嘅免費客戶服務，用唔覺得唔啱，仲有30日嘅無條件退款保證，完全冇風險。大家快啲去資訊欄嘅連結 NordVPN.com/HelloCam 申請試用啦！多謝 NordVPN。趁今日第一日，啲人仲上晒船，我哋即刻去參觀隻船嘅 SPA 先。呢隻船嘅水平本身咧係514樓，裏面啊都叫做有齊晒 A5 級嘅，例如喜馬拉雅熱房、桑拿啦、蒸汽室、護膚房，仲有啲浸浴池添。當然啦，你都可以 book 啲 trip 做骨啊或者做下飛行。咁老實講啦，我覺得呢個環境係幾正，尤其是喺船頭位。咁水域中心啊，其中一個特點咧就係佢一個無岸一個城之間。但係呢樣嘢，如果你唔係學
嘅話咧，佢哋嗰啲設施係要收費嘅。水電中心上一層115樓就係健身室啦，裏面都有好充足嘅器材，跑步機啊、